Hello， 大家又係我啊，世紀21期貨物業顧問行嘅 Kenny。今日帶大家睇下粉嶺中心嘅3房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咧，使用面積513尺，咁就3房2個洗手間嘅間隔。咁大家跟我嚟睇下飯廳嘅空間啦。咁客飯廳好分明嘅，間隔好闊落。咁另外你可以睇下啦，客廳呢方面個空間咧係夠放一個大嘅電視櫃啦、電視機啦、sofa 啦。咁之後咧個景觀方面咧就係望翻我哋粉嶺中心嘅內園嘅，咁望出去都光猛闊落嘅。之後就到飯廳呢邊啦。咁飯廳呢邊咧，其實佢個空間都可以放到餐台啦、4人台咁樣啦。咁之後就到我哋房間嘅空間啦。咁大家睇咗第一間房間先，係啦。咁呢間就比較細少少嘅，都可以睇一睇。空間都可以放到櫃啊同埋床咁樣咯。洗手間方面啦，咁第一個洗手間就係呢邊。咁呢邊就係有埋淋浴間嘅，咁可以睇一睇個空間。好，咁之後咧就到第二個房間啦。咁你可以見到嘅空間係再大啲啦，咁床都會大啲嘅。咁望出去咧，廳同房全部個景觀都係同一邊嘅。咁好，第二個洗手間方面就係呢度啦。咁可以望一望個空間。咁最後一間房間咧，都係一個正方形嘅空間啦。咁入面衣櫃、床，另外就做咗組儲物櫃。咁空間就咁樣啦。今次2期嘅單位 H 座咧，佢除咗呢度可以直接出去商場。另外仲有個優點係咩咧？大家嚟睇下。咁呢度一出去，呢度推返出去就可以去到我哋停車場嘅攞返車啦，係咪好方便呢？